今日終於可以俾我等到 Weser 新款蒙面超人系列，好心急，唔知會抽到乜，哈哈運氣唔錯，俾我抽到隻蒙面超人1號。成個造型好靚，頭盔仲有啲重量。Weser 個樣都好有型，戴返個頭盔先。手活動能力好好。接落嚟抽到蒙面超人加布，呢個 Weser 彩色繽紛，戴返個頭盔好靚。今次底座可以放手機 ，keep 住更新玩具情報。